大家好，我係2025年第2屆香港區 Avinza 10大我最喜愛理財顧問嘅得獎者吳翠玲 Charlene， 好榮幸獲得 MFA 嘅獎項，感謝客戶同業嘅支持同埋肯定，令我得到呢份殊榮。2026年獎項報名已經開放，今年起 Avinza Award 改名為 Global Distinguished Award GDA， 成為全球壽險理財顧問嘅最高殊榮。代表專業水準同埋成功嘅地位 ，GDA 象徵信賴、穩定、卓越。我哋會再次參加，希望大家全力支持。今年繼續設有我最喜愛理財顧問網上投票，邀請大家角逐全港10大 MFA 嘅殊榮。截止報名嘅日期為3月31號，快啲 scan 下邊嘅 QR code 報名啦！下一位嘅 MFA 得獎者可能就係你，我哋拭目以待。